有議員陪同部分雷曼迷債嘅持有人到金管局跟進回購事宜，當中有部分人基本接受和解方案。陳麗靜報導。6至7名雷曼迷債持有人喺議員梁慶婷嘅陪同下，約見金管局商討有關和解安排。當局參照香港嘅最低回購方式，向65歲或以上客戶以最初投資名義價值嘅70%，同埋65歲以下客戶以最初投資價值嘅60%回購所有尚未到期嘅迷你債券。部分迷債客戶代表表示，基本接受當局提供嘅和解方案，認為唔想就事件繼續糾纏落去。可以嘅，都幾好，費事再拖。但係有一啲咧認為真係本身咧，我啲血汗錢嚟嘅，咁咧70%咧或者未必接受。議員梁慶婷就認為事件至少有進展，起碼喺呢個部分裏邊，絕大部分嘅咧，佢可以能夠先獲得咗一個基本解決。就算佢係損失，佢起碼都心中有啲數。過去一個時間特別啱啱發生嘅時候，好驚，真係驚住，真係渣都冇埋。咁而家最少都心中有數，安定咗少少。佢話而家總算有基本嘅和解準則，但係對於結構性產品就仍然未有和解個案。佢亦都引述金管局答應喺8月13號之前完成修訂加強監管制度嘅草擬工作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陳麗靜報道。